再来看，昨下晡呢，伫高雄捷运后野迄站呢，是有一个40多岁的查某人，安尼无代无志伫车内大细声，而且伊搁饲这车顶的紧急电话，讲要叫警察来，爱捷运是袂当驶。这警方到场处理的时阵呢，发现这个查某人伊情绪无介稳定，是定定来惹代志的乌名单，所以随家请落车，莫去误着别人的时间。这辈子我要13岁，没有侵犯过任何人隐私。 日到下晡，伫高雄捷运的后野站，这名负责人伫车厢内底无代无志开始匹配叫，连面对边仔人叽叽嘟嘟一直骂，连面讲要叫警察爱捷运袂当驶，边仔乘客看办事唔对，拢闪甲离离。因为进前台北的攻击事件，互大家对公共运输的安全拢真敏感。警方接到通报，也早盾牌到场处理，发现负责人是定拄惹代志的乌名单，先安大伊的情绪，请伊落车。整台列车200多人。 一件事情耽误你3分钟，还有下一班。该名旅客并未提出报案或医疗需求，警方已告知相关权利，并陪同其搭乘至高雄车站出站。因为这件事件嘛，地属搁一列车慢1分钟，加载无出大代志。不过，因应跨年暗规安全维护，高雄市警方日到暗时再次针对捷运站表演舞台、百货公司3大场所发生攻击事件来进行实际演练。市长陈其迈强调，捷运站是安全维护的重点，包括人员疏散、歹徒的查测、甲救护站等等，拢爱具即时的应变能力，保障民众的安全。移到捷运站来做演练是因应更多的这种不同复合的这种状况来做更复杂的一种因应的一些实兵演练。陈其迈表示，这个跨年暗规维安级数全面提升，有加派警力提高警警率，也要求即时通报。到时2场跨年暗规会出动将近1600名警力，陪伴民众平安迎接新年的来到。记者柯家族顾朝阳高雄采访报道。